我係中試今次攞咗5星嘅，咁學校就 predict 攞3咁樣。舊年開始報 Angel， 大概10月份咁樣啦，跟住我補過保底奪星同埋操卷班嘅。我覺得佢卷2最幫到我，因為筆記內容好詳盡，啲題目都好足夠俾我練習。關於人物嘅嗰啲筆記就好詳盡啦，分類分得好清楚，可能每一個 point 要寫啲咩都會寫清楚咁樣。咁可能有時候背書背唔入腦啦，咁 Angel 有時候會諗一啲特別嘅口號俾我哋，跟住就容易背書啲。佢題目都同 DSE 類近嘅，俾我喺考真正 DSE 之前練習一次咁樣。DSE 嘅時候就冇咁緊張。24小時問書同埋無限加問都可以好幫到我。我俾佢改問，跟住佢可以幫我睇下邊度寫不足啦，可以再改善咁樣。課堂嘅氣氛我覺得都係比較歡樂嘅，唔會話好沉悶。即係好多謝 Angel 咁認真咁教導我哋，冇放棄我哋。